新竹北球场如果这变作是选举的题材咯，这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金莲今日开记者会批评讲，这棒球场争议较大，有关无人出来担责任。另外一边，民进党是呼吁政治就要退出球场，运动的部分由专业来处理就好。开12亿经费打造的新竹市立棒球场，进前品质出问题，成做这届市长选举的各候选人攻守焦点。国民党参选人林根仁2号又搁针对棒球场目前改进工程提出质疑，讲代志发生2个月，拢无人出面负责。那到今天都还没有人因为这一场这个不安全的球场来负责任，预算暴增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弊端都还没有把它找清楚。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嘛讲，外界真关心棒球场目前改善的进度，相关单位应该爱对外讲清楚。面对这个全民的一个检视，然后大大方方的让大家来看，来了解新竹市棒球场到底12亿的改善进度到底到了哪里，是否还要追加预算？我觉得这才是他们要回答全民的问题。针对南北两方的质疑，民进党是翻头指出，棒球场改善工程是邀集球团专家，逐工拢真认真进行整修工程，批评政治不应该来干扰运动。希望让球场的工程能够回归专业、竞速，而且很专业的来进行，不要让球场变成了特定候选人用来做选举操作的舞台。新竹棒球场自选举开始，就成做各政党讨论话题，随投票日愈来愈近，这项受外界关心的议题，嘛继续受到关切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